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19节到29节，以赛亚书57章第1节到13节，加拉太书第3章15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。基督信仰谈到救恩，是因为上帝的应许，就如同圣经经常提到，在我未出生以前，你已经拣选了我，生我等等的。上帝的应许其实就是从创世就开始已经存在的了。我们经常提到上帝是一位信实又有恩慈的上帝，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，他预言，他应许就必会实践。正如同应许的英文 promise 的意涵是一样的。以赛亚书57章第1节到13节，先知提到了许多的苦难，甚至也提到了义人的遭遇。但是经文的最后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，就是投靠上帝的人必要得着上帝所应许的乐土。经文说，好人死了，没有人放在心上，近前的人去世也没有人留意，他们死了可以避免将来的祸患。行为正直的人因死而得安息，你们这些罪人应该来受审判。你们不见得比巫师、奸夫或是妓女好。你们在讥笑谁？你们张大了嘴巴在讽刺谁？你们是罪人，是骗子。你们在绿树下行淫，竟说是在崇拜繁殖的神明。你们在山谷洞穴中把自己的孩子当牺牲献上。你们在那里拿光滑的石头当神明，把酒浇奠在当供物，又向他们献素祭。你们以为我喜欢这些事吗？你们到高山上献祭，又在那里行淫。你们在自己的家的大门后面供奉邪神。你们离弃了我，你们脱掉衣服上大床，跟花钱招来的情人睡觉，以此满足自己的欲望。你们擦了香水香膏去拜摩洛神，打发使者去远地去寻找神明，甚至到阴间去找。你们寻找神明已经到精疲力竭，还是不死心。你们以为这些邪神会给你们力气，叫你们不至于衰弱。上主说，那些使你们畏惧的神明是谁？竟使你们对我撒谎，完全忘记了我。你们不再敬重我，是不是因为我对你们长久缄默呢？你们竟以为做得对，我要暴露你们的罪行，你们的偶像却无从帮助。你们呼求援助的时候，让那些捡来的偶像来救你们吧。其实一阵风就把他们刮走。但是那些投靠我的人，要在这一块土地上生存，在圣山上敬拜我。保罗写给加拉太地区基督徒的书信当中，也特别的提到了彼此之间那种契约。保罗说，一旦立了契约，就不得反悔，何况是上帝呢？加拉太书第3章15节到22节，保罗这样说道：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举一个例子。当两个人同意某一件事，并且签订了契约，没有人能够有所增减，
同样，上帝已经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立了应许。圣经并不是用向子子孙孙指的多数的人，而是用向你的子孙指一个人，那就是基督。我的意思是，上帝立了约，并答应持守这约，在那430年之后才出现的法律不能破坏这个约，以至于消除了上帝的应许。如果上帝赐产业是根据法律，那就不是靠应许的了。然而上帝赐产业给亚伯拉罕是靠的应许的。那么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法律是为了指出什么是过犯而设的，直到那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来临才结束。法律是由天使借着一位中间人颁布的，是属于单方的事，就无需中间人。而上帝是单方的，这样说来，法律跟上帝的应许相抵触吗？绝对不是。如果法律的颁布能够给人带来生命，人就可以靠法律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然而圣经说，全世界都处在罪的权势下，为要以信耶稣基督作为领受上帝应许的根据。这应许是赐给所有相信的人的。诗篇22篇19节到29节，上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快来救援我，求你救我脱离刀剑，求你救我生命脱离恶狗，求你从狮子口中抢救我。我在这些野牛前是多么的无助啊！我要向同胞宣扬你的作为，我要在他们的聚会当中歌颂你。敬畏上主的人啊，你们要歌颂他。雅各的后代啊，要荣耀他。以色列的人民啊，要敬畏他。他不忽视穷苦的人，不忘记他们的苦难。他不但不抛弃他们，反而垂听他们的呼求。我要在全会众的面前歌颂你的作为，在敬畏你的人面前献上我许下的愿。贫穷的人都得饱足，寻求上主的人都要歌颂他。愿他们的心永远愉快，愿地上万国牢牢记住上主，皈依他，愿万族都敬拜他。上主是王，他统治万国，地上高傲的人都要俯伏在他的面前，一切必死的人都要敬拜他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有诚信的人，正如我们期待上帝以他的信实来对待我们一样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成为诚信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